父王，孩儿不能离子重视。应琪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叫你应琪了，还是叫你二公子吧。二公子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你们快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如果下次相见，绝不容情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撤！快走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让他们跑了，这个王爷可怎么交代？快，在我胳膊上砍一刀。啊！这还不动手？一欢，明天是你的生日。这个呢，是太皇太后念我在皇上微服私访的时候多次救过皇上，赏赐给我的蜀绣，连皇后都没有呢。你不是生平有3大愿望吗？一愿吃遍天下美食，2愿穿尽天下美衣，3愿治好你倩影姐姐的脸。所以啊，这个珍贵的蜀绣，我就转赠给你，作为生日礼物。真的好好看啊！雪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从小到大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。谁让你是我的乖乖小师妹呢？哦，对了，其实你对皇上付出了更多，可是这太皇太后不仅没有赏赐你，连召见你、嘉奖你几句都没有。哎，我才不稀罕那个老太婆奖赏我呢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才不会替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伪君子皇帝出生入死呢。大师兄要是听到你这番话，指不定有多开心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和大师兄还有康熙是同一天生日，我还有一件生日礼物要给你，你猜猜是谁送你的？什么呀？哇，是头小猪，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呢。是你的猪哥哥送给你的。大师兄啊，担心他来不及赶回京城，早就预先给你准备好了礼物，放在我这儿，托我转交给你。你的猪哥哥是让你把它挂在胸前，系在心间呢。可是我手太慢了，光给龙小弟绣了一个荷包，猪哥哥的生日礼物还没有准备呢。没关系，虽然荷包是给皇上的，可是你的心是向着大师兄的呀。大师兄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满足的。王妃，你慢点儿。我要再去晚点儿，我琪儿性命就不保了。不会的，王爷一向很疼二公子的，他不会真的杀了二公子的。叶姑娘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不放心二公子又回来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救他。你若被王爷发现，性命就难保了，那岂不是辜负了我琪儿对你的一片苦心？王妃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府上没有人见过我的真面目，我现在马上假扮成你的丫鬟，随你一起去王府。不行，你去只会火上浇油。虽然我琪儿对你一往情深，
但他不可能随你离开平西王府，跟你去浪迹天涯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王妃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去见二公子。我用的手法很轻，你的穴道很快就会解开。希望你尽快赶到平西王府，和我一起救二公子。至于你是否向平西王揭穿我的身份，就由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他们就这样拿你当人质给跑了。父王息怒，是孩儿一时冲动。当孩儿知道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之后，很是气愤，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，于是跑去和他对峙，结果没想到他却突然对孩儿出手，孩儿奋力抵抗，结果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当他一剑刺向孩儿的手臂时，孩儿才幡然醒悟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王爷，都怪属下无能，竟然让那两个奸细给跑了。父王，此事是孩儿一个人的错，与石将军无关。是吗？来人！王爷，将这个不孝子推出去斩了！父王，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二公子固然有错，但是罪不至死啊！父王息怒，孩儿知道错了，就请父王饶了孩儿这一次吧。你知道错了，你错在哪儿了？孩儿错在明知樊倩也是明珠谷的奸细，却妄想用儿女之情，企图打。住口！你到现在都还想骗我？现在知道疼了？据我所得的密报，樊千影可是明珠谷一众前明精英联手调教出来的绝顶杀手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他若对你下手，你还有活的机会吗？这一剑不伤及要害，就说明他对你手下留情。你二人分明是你侬我侬，商量好了，你故意以自己为人质，放他逃脱。我说的可有错？父王英明，孩儿的小心思瞒不过父王，孩儿私纵大敌，罪不可恕，请父王恕罪。都小心点啊！要是把它掉下来摔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的脑袋就咔咔搬家了。小心点儿！李公公啊，宜欢姑娘。哎，啊，皇上今天怎么没去御书房啊？皇上今天在御花园办大寿，这个后宫的太皇太后啊、皇后啊，所有的后宫嫔妃，全去御花园给皇上贺寿去了。哎，他没让你去啊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哪有什么资格跟皇上一同庆生啊？宜欢姑娘，不是老奴多嘴，你这个性子啊，你得收敛一点儿。当初皇上扮成侍卫跟你结拜，只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图一个好玩，你还真就当真了。我跟你说，皇上毕竟是皇上，幸亏他胸怀宽广，对你又是一番真心。这要是换了别的妃子啊，竟敢忤逆皇上，就咔早就被皇上处死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心点儿。王爷，你是何人？
回王爷，奴婢是侧王妃新买的丫鬟秋月。侧王妃得知二公子违反了王爷的军令，要被军法处置，竟然急晕了过去。奴婢特意来禀报你。叫他急，都是他教的好儿子。秋月，还不快回王府照顾侧王妃去！侧王妃有望月他们几个伺候着，侧王妃要奴婢来守着二公子。笑话！我违反了军令，王爷处罚我，你守在一旁又有何用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慢！秋月，看着你，倒是比寻常的丫鬟胆子大了不少。若是望爷他们几个，在本王的盛怒之下，早就浑身颤抖，站立不稳，你倒还能神色从容。王爷，手下留情！王爷，王爷，求王爷手下留情，饶过琪儿吧，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你的账，我回头再跟你算。居然把儿子娇惯得这么不知轻重，为所欲为。贱妾知错了，王爷。但是贱妾膝下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孽障，只求王爷看在贱妾的份上，饶过琪儿。贱妾愿受任何责罚。起来吧，跪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谢王爷。琪儿，难怪你父王震怒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敌我不分，私纵强敌？王爷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。想当年王爷年轻时，不也曾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琪儿这般多情痴心的性子，倒正是随了王爷的天性。希儿，没错，世人皆说父王年轻时曾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可当年父王乃是审时度势，察觉前明江山气数已尽，才迎着清军入山海关，成为这大清的开国重臣，并非只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。若是父王只痴恋陈圆圆一个女人，又怎会再娶了你娘？又哪儿来的你呀？是贱妾头发长见识短，胡言乱语了，王爷。但是这人不风流枉为少年，琪儿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困，难以自拔，并非有意忤逆王爷，还请王爷饶了琪儿。琪儿，还不快求王爷恕罪！孩儿知道错了，求父王恕罪。希儿，看在你娘的面子上，你只要肯在父王面前立下重誓，从今以后与那个樊倩影一刀两断，心里不再想着他，父王就饶了你。琪儿，还不快快向王爷立下重誓！娘，父王，孩儿不能立此重誓。孩儿不想欺骗你们，因为孩儿做不到。琪儿，你就醒醒吧！那个樊倩影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真的，他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更不值得你爱。不是的，我相信倩影是爱我的。父王，虽然我们俩立场不同，但是我们俩却是真心相爱的，并且我们俩谁都不愿意玷污了这份真情。王爷，来人！二公子违反禁令，私放强敌，罪不可赦，拖出去给我斩了！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！
臣妾只有琪儿这么一个儿子，王爷若杀了琪儿，臣妾也就不活了。王爷，你现在可愿立誓了？快呀！父王，儿子早已对倩影立过誓，永不相负。我若是再发一个假誓，那不仅是对倩影不忠，也是对您不孝。拖出去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若杀了琪儿，贱妾此生已无可恋。王爷，就此永别。娘，宝贝，娘，罢了。玉柔，看在你尽心尽力扶持了本王20年的份上，我就饶了琪儿这一次。不过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将二公子推出去，重责50军棍。是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你给我千万忍住，不可露出任何破绽，不然你帮不了琪儿，反而会害了她。王爷，求你不要再打琪儿了，要打就打剑气吧，王爷，王爷，求你了，王爷。琪儿，我们不要再打了，王爷，求您了，王爷啊！打！求您了！军令如山。这么多美女啊，环肥燕瘦，春来秋菊，好漂亮。皇上，妾身祝您万寿无疆，福寿安康。皇上，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，常常睡不好觉，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，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，既能驱蚊虫，又能安神解乏。臣妾手笨，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，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。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，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，神清气爽。有劳贤妃了。这贤妃的手啊，真巧啊，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。着实，在哀家看来，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住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山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就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
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了。春秋两岸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守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。
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还名节之事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受我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龙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易欢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欢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易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当时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了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
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，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玉巴赞营地的必经之路。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不好！李氏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。你是觉得这帮杀手是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派来的？咱们此次调兵，可谓是十分隐秘。这些杀手是如何知晓的？这李公公在宫里30多年了。丽萍是舒总兵的女儿，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霸气子弟，他们个个来历清白，绝不会勾结杀手暗害我们。只有李氏兄妹，他们俩最可疑。义父，如果说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是乱党，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置我们2个于死地，恐怕皇上有危险。都怪我！我不该听皇上的，什么还要去调兵？我应该死谏皇上，让他赶快回京才对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该继续调兵，还是回去见皇上？他们跑不了太远，快跟上！不好，我们快跑！都10多天了，这索额图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主子别担心，我已经安排2个侍卫兄弟去打探消息了。也不知道这索额图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易欢，嗯，要不然你们把刘德昭送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想办法换点粮食来赈济那些灾民吧。龙小弟，我本来就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想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欢妹，你又不知轻重了，怎能跟主子并称英雄呢？哎，无妨，在我的心里啊，易欢一直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有眼光，有度量。主子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！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金银珠宝去买大批的粮食，就会引起刘德昭和裘贵的注意，他们一定会识破主子跟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，向主子您下手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！李公公说的没错，刘德昭一定安排了诸多眼线盯着我们。眼下索大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顶多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一处粥棚，但不可再大肆赈济灾民。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等担待不起。你们说的对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一时的赈济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，而不能一劳永逸。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，才能肃清吏治，以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免遭刘德昭这样的贪官荼毒。主子，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天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。易欢，咱们现在有银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跟丽嫔当的那些首饰给赎回来吧，要不然回了宫里啊，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。刘小弟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啊！秋贵啊，
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处粥棚，然后12个时辰不间断的施粥。哼，此人果然是一个卖直取中之辈呀！哼，还真会收买人心。哎，万苏那里他现在去的勤吗？哈，勤着呢，每晚都要去2个时辰。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，最多每天3更他就离开了，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。他跟万苏幽会的时候，除了那一个丫鬟，就是李护卫，其他的人也近不了身呢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，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，做到了钦差，后生可畏啊！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？他现在是财色兼收消停，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哼，恶心，恶心什么呀？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，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。哼。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大人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他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老大，那日在逍遥阁里面，我听到的琵琶声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以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前程第2，没人敢称第1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泽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，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就承认你吃醋了。那我吧，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，我就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站住！
不行不行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上次对我也是，差点假戏真做。我告诉你啊，万苏姑娘不一样，她心有所属了，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帮咱们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的，说什么非龙三不嫁，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，是吧？又想故技重施啊？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咱们抢官印为何这么顺利吗？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，而这个内应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，那你就是轻重不分、见色忘义的大坏蛋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小狗。好吧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他。老大，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见闻吧，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活，只不过想逗逗你罢了。不过呢，我倒不像是某些人，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其实就是吃醋。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，想找机会撩拨欢梅。欢梅，你可一定要守住，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心。懒得理你我。哎，龙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小女子恭送大人。看看，人家万苏姑娘心里压根就没有你，催你走呢，别赖着了。好酸啊，好酸啊！好了，万苏姑娘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孟兄，李兄，秋桂一直在对面的房间监视你们，刚刚才走的，现在可以放心回舒服了。多谢孟兄。钦差大人，这个就是孟祥和，我刚刚跟你说的万姑娘的心上人，也是一直帮咱们的好汉。怎么样，比你长得英武吧？你越是拿话呛我，就越说明你吃醋。多谢孟护卫相助，大人客气了。这些年，卑职在刘大人身边，大小官员见过无数，真正一心为民的，只有你。卑职很是敬仰大人，能为大人尽绵薄之力，是卑职的荣幸。那孟护卫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这下好了，我与刘大人的10年之约明日期满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婉妹，你且收拾好东西，明日我来接你。那咱让我先坐会儿，坚持不住了。那咱拿好这个金牌，马上去找玉八赞，让他派救兵去救皇上。快去！不，我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才，你要明白，我死了，后宫里还有皇后，我们赫舍李氏还有其他的兄弟子侄，只要皇上平安，我们赫舍李氏就还有希望。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，就不光我们赫舍李氏完了。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！快走！不，走，快走！
我不管，什么完蛋都可以，我不能没有衣服。走，我们走。这傻孩子，走啊，走啊！傻小子，走。跑吧，我们走，走，这儿，走。一会儿人来之后不说了。大人。祥和呀，你这伤势如何啊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祥和啊，我让你查的咱们这边的奸细，你查的如何了？还在调查之中，目前尚无进展。大人，卑职还有要事想跟大人商议。讲。家父先逝之时，曾让卑职保护大人，卑职立下10年之约，守护大人10年。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，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，隐归山林。祥和呀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决定了，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？卑职生性散淡，不宜久居官场，望大人能成全。也好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人各有志嘛。不过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呢，再帮本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你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卑职定当尽力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今夜一定要潜入书府，帮我把丽嫔给解决了。大人，你是让卑职暗杀丽嫔娘娘？不错，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钦差龙三给稳住了。可这丽嫔娘娘身怀着龙胎，如若回宫之后产下皇子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给她铲除了。大人如何得知丽嫔娘娘怀有龙胎？孟护卫，这事儿啊，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书府的管家，他告诉我，丽嫔娘娘的奶娘近几日很是欢喜啊，每天都给丽嫔娘娘煲各种汤水。结果，就在前些天晚上，小姐，你再吃2盘，你现在都已经怀了龙胎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只不过是奶娘的一句梦话而已，大人何必当真？对，是一句梦语。不过这奶娘所煲的汤水之中放的，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。对于这种事儿呢，我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即便是这丽嫔娘娘她这次没怀龙种，那现在皇上这么宠幸于她，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够放过咱们吗？所以说呀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钦差大人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丽嫔娘娘，况且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。祥和呀，这样啊，今夜呢，我先约这个钦差大人去喝花酒，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，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潜入到书府当中，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手了。大人，书剑之死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，这个时候如再杀了丽嫔娘娘，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。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，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。哎呀，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容本官好好的想一想。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
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真是一把好刀！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护卫，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！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观音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观音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舒府管家说了，观音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舒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性爱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，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怀了龙胎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你都收下了，我赏赐你的丫头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你心中的那个女人居然是舒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心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案吗？这有案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，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
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，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大人，先把罪名嫁祸牛角斋，现在你又说钦差大人伪造密旨。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自从知道龙三敢劫取官银，我便觉得此事蹊跷，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。没想到，还真让他逮着了机会。溜进了龙三的房间，便发现了这些东西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看出了破绽，这玉玺还有密旨，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旨，奉旨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那封密旨卑职仔细看过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兴许他是奉旨查书剑之死，可是他竟然胆大包天的想要插手山西政务，情急之下才伪造了圣旨还有玉玺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求贵。